誒退休金或者公積金退休金我哋去講講就係退休金咧，就係當一個人咧係佢喺完成佢嘅工作或者佢嘅年紀達到某個年紀嘅時候咧，佢咧就唔再去工作嘅時候咧，就會攞到政府嘅有個名叫做恤金或者叫做退休金。咁我哋諗下澳洲嘅人點樣可以去攞到呢個恤金咧？咁喺男士嚟講，應該係大概67歲左近咧，女士係65歲咧就可以攞到呢個恤金或者呢個退休金嘅。咁我哋諗下就係一個人咧就喺當佢退休之後咧，佢嘅開支咧究竟會係幾多咧？咁我有好多朋友都講話自己年紀大啦，咁我哋嘅飲食咧都係好慳嘅啫，買30蚊、50蚊、100蚊餸咧就可以食一個禮拜，咁兩夫妻好好咁去用。但係大家都要考慮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呢個公共嘅建設咧，或者係嗰啲水啊、電啊、煤啊、電油啊、汽車維修啊各方面咧個價錢咧都隨住物價而去升嘅。咁因此然咧，真正嗰個退休金個價錢咧就係會係好低。咁我哋去考慮諗下一個人咧，究竟一年嘅時候咧退休要係幾多錢咧？咁我就問下你究竟每一年咧你嘅收入係幾多咧？如果你每一年嘅收入咧係你嘅收入係供應俾自己咧，同埋你個家庭咧係好舒適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你嘅退休金咧亦都等同咧你每一年嘅定期嘅收入嘅。咁我哋舉一個例咧，就係話如果一個家庭咧係有4個人啦，4個都當係成年人咁先算啦，一對父母同2個仔女啦。咁我哋用呢個比例就係一個家庭咧係嘅開支大概一年係5萬蚊嘅時候咧，退休之後我哋估計一個人咧，譬如係大概係有退休之後嘅20年需要呢個咁樣嘅生活嘅時候咧，咁佢每一年係5萬蚊，20年嘅時候咧係等於100萬。咁究竟我哋點樣先至可以攞到呢個100萬嘅退休金咧？其實都唔係話好難嘅，就係差唔多係每一個禮拜咧係投放儲蓄700蚊喺銀行裏邊，而年息咧係大概5厘。咁呢個5厘咧就喺20年之後咧就會俾到大家100萬。咁倘若大家如果而家仲係30幾40歲嘅時候咧，都可以採取呢個方法，但係你要記得係每個禮拜700蚊。而喺20年之後呢個100萬究竟佢個真正價值係會幾多咧？所以咧我哋就鼓勵大家去考慮用你嗰個方法咧投資喺房地產嘅身上邊。咁下一節咧會同大家講究竟投資喺房地產身上邊係有咩好處啦。再見。